今次咧，我哋遇到咗一對嘅退休夫婦啦。佢哋咧經常會出國旅遊嘅。喺香港嘅時候咧，佢哋亦都非常鍾情一啲 outdoor 嘅活動啦，行山啦、踩單車啦、打 golf 啦。咁為咗令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同埋退休嘅步伐更為合拍咧，選址上邊咧，佢哋就揀咗愉景灣度假氛圍感覺比較重嘅一個地方去展開呢個退休生活。原先單位嘅新淨程度咧都唔錯嘅，咁但係咧個裝修就過於 old school 啦。最吸引人咧莫過於係一個極近距離叢林景啦。咁望出去咧係一個公園嚟嘅，俾大大小小嘅樹木包圍住啦，配合埋客廳一個落地大玻璃啦，令到成個度假嘅感覺提升咗唔少。單位咧嘅原則咧呈現三房嘅格局啦。作為一對嘅退休夫婦啦，甚至將來請埋工人都好咧，都非常之充裕嘅。所以咧屋主本身嘅意向咧都係想保留返原本嘅價格就可以啦。我哋都建議咗做一個少少嘅改動啦，就係咧將呢個公共嘅空間啦擴闊咗，配合翻玻璃透光特性啦，就能夠將呢個嘅公共區域咧由一個昏暗冇任何功能嘅走廊咧，變成一個截然唔同有視覺效果嘅公共空間。屋主佢哋兩位咧對收納量咧都冇過大要求啦，客飯廳加埋玄關區域咧就冇做到任何高身收納櫃啦。客飯廳咧係呈現一個長方形格局啦。我喺玄關同埋客廳之間咧就加入咗一個 pantry 功能啦，利用一個半高嘅屏風連埋收納櫃，再加上一個地磚材質分割咧，去將呢兩個空間咧好明確咁樣區分咗。令到呢一整個嘅大空間咧，更加能呈現到一個層次上嘅多樣性。而喺一啲嘅硬件加軟件嘅考慮上邊咧，刻意咧就運用多咗一啲弧形手法，餐台啦、pantry 嘅屏風啦、梳化背後嘅一個層架造型啦，甚至係落地玻璃窗頂部嘅假天花啦。都想用一啲弧形感覺咧嚟去淡化咗本身嗰個硬朗感，令到個感覺會更加柔和。咁喺原本咧梳化嘅背牆啦，會有一個起級牆身啦，同時亦都有兩個比較零碎嘅玻璃窗。咁我刻意咧就做咗一個有展示功能背牆啦，嚟去將呢一個問題消除咗嘅。目的就係想令到成個梳化背嘅牆身咧，感覺會更加大方得體。我同時咧將露台嘅地磚咧延伸埋入嚟室內嘅空間啦，配合翻咧同鋁窗顏色互相呼應嘅墨綠色油漆，去應用翻喺一啲牆身上邊啦，令到室內外空間嘅界線變得模糊啦，營造咗一個休閒嘅角落。咁我亦都喺呢一個嘅 corner 位咧，去加咗一組地櫃啦，去俾女屋主咧收納整理植物嘅物品啦，同時亦都有一個台面方便佢收集一啲小植物嘅。原先嘅走廊咧只有3尺闊，又長又窄。改動之後咧，我將佢擴闊到去擁有5尺，配合埋一啲嘅玻璃屏風啦、牆身啦，加埋天花特色造型啦，令到呢個嘅公共空間咧唔再單一。由於呢個位咧係位於成個單位正中央啦，我亦都加咗一組嘅收納櫃啦，擺放翻會常用到嘅清潔用具啦，甚至係一啲嘅上網嘅器材嘅。咁推開咗玻璃門之後咧，就嚟到女屋主咧經常會逗留嘅書房位置啦。呢一個嘅房間本身嘅面積都非常之充裕啦，女屋主咧亦都希望簡單為主。咁所以設計上邊咧，我哋淨係訂做咗一組嘅地櫃啦，配合翻一啲北歐品牌軟裝家私啦，嚟去構成翻成個實用得嚟咧又簡潔嘅書房區。而另一間房間咧嘅功能上咧，就決定咗用嚟做客房嘅。設計上咧都係簡單為上。做咗一個功能為主嘅收納櫃啦，將成個窗台延伸咗啦。剩翻嘅位置就擺一張梳化床啦。
男屋主有陣時候會可以喺度休息下啦，亦都可以俾人作客過夜嘅時候使用。而主人房咧最吸引人咧就係擁有一個落地大玻璃同埋一個頗為寬敞嘅露台，一入到嚟咧一定會係俾個景觀吸引到嘅。而另一邊咧，我哋就將個套廁嘅門啦隱藏咗喺成個嘅衣櫃嘅設計入面，減少咗門框嘅視覺干擾。咁天花上邊咧，按屋主嘅要求啦，裝咗風扇燈啦，因為佢哋日常咧都甚少開冷氣嘅。套廁嘅面積唔細啦，咁值得咧我哋喺設計上邊咧去運用更多嘅材質啦，去呈現一啲效果嘅變化。正中央咧去加設咗一道屏風啦，方便翻可以掛到毛巾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坐廁區咧唔會過分空洞。而嚟到廚房嘅部分啦，係一個好典型嘅窄牆開積啦。設計上咧都係想呈現一個好乾淨利落嘅感覺啦。主要都係運用一啲簡約嘅線條咧，嚟去帶出翻一個簡潔嘅設計感。咁作為一個退休生活嘅住宅設計啦，屋主佢哋揀得御景灣呢一個地方咧，我認為設計上邊咧更加要着重於咧同大自然環境共存嘅用色配搭，運用簡單得嚟啦，唔花巧嘅材質啦，將成個設計嘅精緻度咧去最大化，咁樣先至係呢一個項目咧最理想嘅設計方針。